而家髮線又向後移，主要係壓力大嘅問題啦。日頭又翻工，夜晚翻學，快又瞓唔着，咁可能因為咁引致到啲頭髮咁樣啦。咁好似我老婆醒目咧，佢一直有喺新髮店嗰度做黃牌新髮8部曲。咁我見佢啲頭髮又黑又密，咪黐住佢嚟試一試。頭療師首先幫我分析我嘅頭皮狀況，之後就開始做8部曲。第一步，一人一方，依個人頭皮狀況，調配各種專屬草本精華，去除油脂。第二步，納米頭療，納米霧化技術將精華變微分子蒸汽，軟化角質層。第三步，白金去角質棒，清除油脂油垢，減少頭屑頭瘡。第四步，天然草本精華洗頭，含天然成分同中藥配方，無化學添加，治療師按摩頭皮仲好舒服。第五步，負離子吹頭，減少頭髮毛鱗片損傷。第六步，電療消炎修復毛囊，結合微電流殺菌消炎。第七步，注入生髮精華，提升營養吸收。第八步，赤光曲譜儀，促進血液循環，增加毛囊養分。咁啱做完個頭療咧，都比想象之中係更加舒服嘅。咁同埋事實上用手摸個頭咧，係冇咁油，同埋啲頭髮係定咗好多噶啦。咁我都覺得係值得繼續嚟做呢個黃牌新髮8部曲。